頭先聽到個鼓隊，大家覺得精唔精彩啊？我哋鼓隊成立咧唔係好耐啫。頭先激動人心嘅國歌，其實令我諗起咧就係舊年咧就係我哋國家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咧，好多謝就係由天望民政處咧嘅支持之下，舉辦咗一系列嘅紀念活動。最後嘅活動咧，我記得係一間小學，東莞同香港啲小學舉辦咧，啲學生嗰個精神面貌咧，令我非常之深刻。今年咧踏入去馬年咧，就即刻美國以色列去打伊朗。相對嚟講，我睇到咧，我哋自己國家都安定太平咧，感到好自豪嘅。今年我哋另一個紀念日子就係咧，我哋紅軍列長征勝利90週年。呢兩個重大嘅日子咧，同我哋國家今日嘅富強昌盛，我哋而家係全世界都公認為最安全嘅國家之一咧，好有關係。一啲嘅歷史，一啲嘅經歷咧，其實我哋一代都明白，都好清楚。但係對於下一代嘅學生嚟講咧，好多都唔知道，幸福唔係必然嘅。所以我哋高齡教育嘅呢位議會咧，去年咧我哋就做咗一個抗戰勝利80週年嘅紀念活動啦，希望將呢一個歷史精神咧都傳承落去。我哋今年都依然繼續啦，我哋會將我哋長征勝利嘅理念咧，令到學生、令到社會更加多人咧，要了解呢一段歷史。對於國家嘅富強，我哋咧要更加感激，就係為國家貢獻咗佢嘅生命，為國家流犧牲嘅烈士咧，我哋銘記在心。所以我哋要銘記歷史，珍愛和平。剛剛兩會就開完啦，15五規劃嘅綱領咧嘅草擬已經頒布咗。呢個同我哋國家將來發展藍圖咧極之重要喺個關係，而且同香港發展嘅方向咧指明咗一個好清晰嘅方向。我哋香港都要咧係把握自己特有嘅一個優勢，把握呢一個重要嘅機遇，去創出輝煌。呢個都係我哋希望能夠咧，我哋高齡教育工隊聯會喺呢方面嘅工作裏面能夠配合，能夠宣傳做我哋應有嘅一個工作。今年咧亦都係一個特別日子，就係本會咧，我哋係將會喺今年換屆。個6月24號會開會員大會，所以各位會員咧記住日子，希望大家踴躍出席。來年亦都保俾一個重要日子，我哋會1997年創立，來年同特區政府同一樣咧，就同我答嘅就係30週年嘅會慶。咁我哋明年咧都會舉辦一系列嘅紀念活動，希望各個會員咧係踴躍支持、踴躍出席參加。最後啦，我借呢個機會同大家拜一個晚年。祝願各位身體健康、家庭幸福。馬年好運，心想事成，多謝各位。